徛在地看世界，有关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会当做总统做偌久的修宪公投，这是全世界拢咧注目的大代志。公投的结果，这个同意票高达将近78%，摕到压倒性的胜利。这届的修宪案是普丁家己提出来的，其中有规定未来的总统加只会当做2届。但是普丁真为家己拍算哦，讲现主时在做总统的任期无准算，也就是讲普丁阁会当选2届做2届的总统，一直做到2036年伊83岁为止。Результаты. Да, 77,92%. Нет, 21,27%. 俄罗斯修宪公投总算结束，结果以6成5的投票率，将近8成同意票强势过关，代表修宪法已经确定。Я хочу обратиться со словами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и к гражданам России. 提出修宪案的俄罗斯总统普丁感谢投同意票的选民。修宪的范围包括保障基本工资、反同性婚姻等有206个项目，其中上较引起人注意的就是未来总统上济会使做2届尔。看起来敢若是咧限制总统的任期，不过较早拢无算。普丁伫修宪后，阁会使连选连任到2036年。在开票结束前，反对普丁继续掌权的群众质疑公投无公正，加上行落去抗议，不过无论因安怎话，普丁稳坐伫克里姆林宫已经是确定啊，会有这个机会成为伫彼得大帝了后，俄罗斯近300年来任期上久的领导人。